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2月2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3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寻求主。牧师所住的位于永安街的牧师馆附近有一间金纸店，里面充满了金纸纸糊的房子车子甚至有仿真的手机等等的。一般民间宗教他们所寻求的是透过许多的方式，想办法让死去的人有钱可以花，有东西可以吃，他们要记住有车可以开等等的这些。他们这样的追求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生命的真实意义，也害怕面对不可预知的将来。人到底要追求什么？追求功德吗？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成圣吗？追求死后生活的富裕吗？生活事实上其实他们所追求的都是那一些空虚的。如同我们经常在这个火化场听到民间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就会喊着说某某人火来了，快逃啊！然而我们都知道，死人要是能够听得见，能够逃的话，就不会躺在那里，也不会被称为死人了。世人应当要追求真神，而不是透过那一些敛财的术士所传授的使人害怕而毫无意义的祭祀以及方法。要是能够寻求生命的创造者，那是最好的了。以赛亚书51章第1节到第3节这样说道：上主说，希望蒙救援寻求我帮助的人你们都要听我的话，想一想你们的源头，想一想你们的背景，想一想你们祖宗亚伯拉罕，想一想生育你们的撒拉。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并没有儿子，但是我赐福给他，使他有了无数的子孙。我要对耶路撒冷施怜悯，要安慰住在那废墟上的人。我要使荒芜的土地像伊甸园，我要使废墟成为上主的花园。那里必有喜乐，有欢欣，有赞美，感谢的歌声。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提到了他自己如何用这种清洁的良心来敬拜上帝，来寻求上帝。保罗劝勉提摩太，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7节的经文这样说道：我感谢上帝，就是我与祖宗一样用清白的良心所敬拜的那一位上帝。我日夜在祷告中怀念着你，一想起你惜别时所流的眼泪，我就急切的想要见你，见到你我就会满心的快乐。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的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我相信他们的信心也在你心里的。所以我提醒你，那在我为你按手时，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你要使它像火一样的燃烧不熄。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使我们胆怯，相反的，他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爱心和志志。我们要寻求上帝，因为只有他能够赐给我们的灵不胆怯，使我们充满力量、爱心以及志志的能力。也如同诗篇的经文说：
我们真正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因为我们只有寻求上帝意图，才能够蒙福。诗篇121篇，我举目观望群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上主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会让你跌倒，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看啊，以色列的保护者，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他要保护你，他在你的身边护庇你，白天太阳不伤你，黑夜月亮也不无害你。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你出，上主都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谢谢主将救恩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寻求主，领受更大的祝福。恳求上帝在我们困难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来寻求上帝，靠主来得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